来看高雄，这高雄市的调查处113年接到线报，讲有海客偷摕消防局紧急救护系统的资料，提供予民众业者去使用，会当大声去抢行李。调查处表示讲，姓潘的主嫌有创一个平台，逐个月共收几千到几万块不等，含这民众业者配合。除了高雄这业务范围，甚至扩大到外县市啊。目前这主嫌已经受到检验，专案也正在调查当中。消防人员接到报案，讲有车祸赶到现场，要将受伤的民众送去病院治疗。无论车祸、疾病，也是其他需要救援的案件，民众报案了后，拢会显伫消防局的即时案件网站顶端。目前除了双北以外，所有县市拢是用消防署提供的这套系统。不过高雄市调查处去年接到线报，讲有海客破解系统，将救护案件类型、详细时间地点提供给民众业者，呼应带先别人去现场抢行李。市调处顺线追查，今年3月份先抓到细潘的主嫌，6月份再次发动2摆敲催，将相关的民众业者甲电脑工程师约谈到案。除潘贤于首波执行时，业经台湾高雄地方法院准予羁押，于张贤等殡葬业者，则各以新台币3万至5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候传。高雄市有登记的殡葬业者有将近1500间。一般来讲，殡葬业者拢是抢紧先到先赢。有业者讲，以早常常因为安尼冤家相拍，不过这阵已经较少看。而这摆案件都是因为姓潘的主嫌捌驶过民间救护车，对这套系统真了解，嘛知影业者的需求，所以才会想空想胖偷摕资料做生意。殡葬管理处呼吁业者做生意要行正道，唔通用无正当的手段拍歹起草。引导也是有先来后到，就摕个对时间。可能先到的，他们因为先到家属做沟通的问题，不要做到一些比较不太好的手段，然后取得到相关的资讯。除了高雄市以外，对111年开始，细潘的主嫌各用同款的手路，甲行李做到外县市去。当年连续偷摕资料超过3000万摆。对此，消防局表示，已经持续加强相关的治安维护，冇建议中央爱针对系统加强资讯安全。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